對立矛盾總好似係人生嘅常態，國與國喺度紛爭，和平好似係一個1,000年嘅口號，卻係1,000年都冇辦法實現嘅一個落空嘅夢想。人際間相爭不斷，幾多時候學校裏頭、工作間為求和諧，我哋只能夠保持安全距離。家庭本來應該係恩愛甜蜜，但係幾多時候我哋仍然係紛爭不斷，夫妻、父母、子女都係相敬如賓。係乜嘢令到呢個世間充滿怨恨？上帝創造嘅原意從來都唔係咁㗎。係咩嘅原因令到我哋落到咁嘅田地？點樣先係出路？點樣先至可以叫我哋嘅生活暢順和諧？大愛中得復和。願意從上帝嘅說話當中，我哋一齊探索，一齊揾到呢個嘅出路。2026年2月27日嘅晚上見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黎牧師。大家返咗教會一段時間啦，有冇時候咧都覺得好似同神嘅關係有啲距離啦？或者有時咧好似人際關係上邊都會經歷一啲嘅衝突、一啲嘅壓力，甚至有時都會懷疑自己嘅人生價值到底係啲咩呢？喺今次嘅浸聯會培靈會青年場入邊咧，我哋將會一齊睇一個有傳奇又特別嘅聖經人物，就係雅各啦。雅各嘅人生咧都係充滿住挑戰同埋掙扎嘅。到時咧我哋會睇下神又點樣帶領佢嘅人生，佢經歷一個由福到復嘅生命故事，點樣令到佢慢慢去經歷與人復和啦，與自己和解，最後都能夠揾到上帝與神連結嘅故事，去經歷一個咧真真正正又豐盛又精彩嘅人生。到時除咗有聖經嘅信息之外咧，我哋仲會有好多詩歌啦，同埋話劇嘅元素都非常之精彩㗎。所以喺度都誠意邀請你咧參加今次浸聯會培靈會青年場嘅聚會，一同經歷由一個復和到復興嘅旅程，揾到屬於你嘅答案。期待喺聚會入邊咧見到你，到時見。